内地正是伫咧1月开放进口，配合中央政策，求积极辅导业者落实猪肉原产地标示，分别伫日前展览大卖场、学校团膳业者视察贩售以及检测状况。八日即天，黄伟哲再度率领市府跨局处团队来到开元公有市场，视察肉品摊商标示的现况。这就是一种标示，就是说告知消费者这个消费资讯。那但是对这个标示，我们还是会去查，那到底标示是不是不是？经过这几个月的这个辅导，应该都已经做好一个标示了。那这样让消费者可以有一个清楚的选择，也可以让消费者你不介意吃的你可以吃到；你想要不吃的，你可以不吃到。我觉得这个部分。我们昨天去看了大卖场，今天看了零售市场，那过去也看过这个团膳，看过营养午餐，看过学校。我相信这样子的话，把讯息诚实揭露，就可以让消费者可以选择。因为内地进口有不少消费者甘愿减价猪肉，连带嘛影响到猪肉摊商的生意。不过现在为了猪肉原产地标示，也让消费者买起来更加安心。问讲啊，恁这敢是来自啊？还是台湾的，还是进口入来的？你感觉即摆有这个标章对你生意有较好帮助？较好，有这个标章，伊猪肉拢会看，有台湾猪啊，台湾猪他都会看呐。对不对？因为生意就较好做，较好啊。今年起新法规上路，不论是新鲜猪肉，也或是加工猪肉制品，拢要清楚标示原料产地。当然是政府依法部署，辅导各式食品业者落实猪肉原产地标示，维护食品的安全，请市民会当安心采购。当然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告知消费者这个